日前，国民党议员王家珍因为响应民间的团体发起关怀生命、追求和平公道的提案联署，台湾基进东区议员参选人李宗霖上午伫王家珍的服务处来举牌抗议，认为和平协议是借尸还魂，主张和平谈判，等于是在向中国跪咧投降。我们今天在这里要向王家珍下战帖，跟请王家珍出来辩论。来谈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公投，我们也必须要告诉王家珍小姐，我们台湾的年轻人不要这样的公投，请王家珍小姐出来辩论，然后我们也要拒绝这样子的一个公投的提案跟行为，也呼吁全台湾的民众跟全台湾的朋友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和平协议、和平谈判的一个公投提案，马上就把它撕碎。不要这样子的，我们要拒绝这样子的这个和平的这个谈判的公投。和谈就是跪降，和谈就是跪降，和谈就是跪降，和谈就是跪降。针对基进党参选人到议员服务处来提关，议员王家珍事后嘛以新闻稿来回应，为避免双方的冲突，服务处上午并无开，以着类工伤者来歇困半工。并且表示会用来体会参选人伫面对选情的冷清的焦虑。最后，议员参选人李宗霖嘛向王家珍来落战帖，邀请公开辩论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